就是第一市场，人拢讲这是鹿港的胃。听讲有一种历史足久的食物，叫做扁食宴，是为清朝公司留到即卖哦。不管是人搬山到倒位，拢会甲故乡食食的习惯性做伙炸过去。生活不管搁较困难，只要食着故乡的味，规个就会感觉就有快乐的。鹿港第一市场边仔的这档汉滨水煎饺，听讲是为西元1884年公司10年的时阵就开始卖啊。第一代头家是对专厂甲手艺传过来，拄开始是单卖扁食尔，谁知影讲气味好，正人食会合，一卖就是138档啊。以扁食宴来讲，迄点较特别，就是肉包肉，外口迄点皮嘛是从车肉落做。这个宴的这个意思是啥物意思？这袂如你注意家看吼，这马啊，食像燕仔的马吼，做宴，这个皮是肉，所以咱即摆讲做扁食宴，较早讲做肉宴。我来食看卖。你也慢慢啊食，又食出伊的肉香味，而且你搁安怎煲袂散去，袂讲水加水无去，水加无去，因为伊较扎实、较定香，食起来就是有番薯粉的骨骨，搁肉的气味。听阿姨讲煮扁食宴的功夫是因祖公对泉州学来的。早当时这项是皇帝的食食因祖公本来是想要来台湾做生意。谁知影讲无生意通做，就开始卖扁食过日。竟然就一地传一地，一直传落到今。毋若讲食咸的只腰，鹿港目前还有一项同款是对泉州引进的点心，讲出来嘛是正人知一个鹿港的代表啊。古早咱伫册房咧读册嘛阮祖先就是讲咱做一个较幼的这歌来互大家。拿食来对，迄时阵专有人专讲这物件实足好食，我转去以后所以无法度搁写诗啦，就是因为我无食到这红颜糕所以无食就袂晓写啦。系所以在迄时阵专开始专讲无你开一间这糕饼店就是安尼时阵才来开始卖这红颜糕的。鹿港出名的红颜糕。听讲嘛是对泉州来到位的一个做点心的师傅所发明的，因为形体就哪亲像查某囡仔的红眼，才会互正人称呼做是红眼糕。阮这两行内底是啥物？这是米粉，准备炒好熟以后磨成粉。这是蛋糖。蛋糖是啥？咱台语叫做蛋糖，淡的糖。一般的糖是咪足大的？这是蛋糖，刻伫个糖刻伫甕仔内面，足久的时间，有一点点发酵，伊就有一种香开出来，而且都会淡淡。糖发酵了，毋是会变较酸，较有酒香的。就是有一个香开出来。就是因为早前的社会日子普遍较辛苦，才会要做点心来食佚佗。原料嘛是爱经亲像白糖、甲糯米粉这种普遍佮时尚的原料。甲糯米粉甲糖炒好势了入落去模仔内，安尼就变做是鹿港出名到今100几年的一款点心啊。咱若要食较松的，咱就莫伤出来；咱若要食较杂精的，咱就较出来就饲落去。对。安尼。还有水。虽然讲早当时的台湾确实就出产米甲糖，但是用这两款成分制作点心，嘛毋是讲定定拢会当看到，而且佫做甲遮特别的形体是更加稀罕，拢是较好雅的家庭才食会起。尤其是迄阵鹿港的读册人，普通时斗阵读册，拢是咧食红眼糕毋若讲口味好，形体佫水款，莫怪流传到今100几年。